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次 Chris and 板年會同大家講解下今年嘅春天妝容嘅。咁我哋有請今次嘅 model Jasmine。Hello。咁其實今年嘅春天咧，其實都好興粉紅色嘅。咁但係如果應用喺一個眼妝上面啦，亞洲人嚟講就比較難駕馭。咁我哋通常咧都會應用喺胭脂同埋個嘴度嘅。咁一個眉妝同眼妝啦，咁會用翻個啡通啦，咁嚟配合翻個粉紅色啦。咁其實整體感覺咧就 soft 啲同埋 sweet 啲噶啦。第一步我會用 L'Occitane 牡丹花系列嘅保濕噴霧全面噴一次先，令到即將用嘅護膚品更加吸收，而底妝都會更加貼㗎。再用翻 Matte Studio Cream 做翻基本保濕。做完護膚之後就可以上妝㗎啦。粉底我會用 RMK Cream Foundation 做翻個基本遮瑕同埋均勻膚色嘅，重點瑕疵留翻俾遮瑕膏做翻。黑眼圈位置先用3線嘅調色遮瑕膏減淡黑眼圈嘅色素。咁再用翻 Cinema Secret 嘅遮瑕膏做翻黑眼圈嘅位置遮瑕。最後有明顯瑕疵嘅位置可以用翻遮瑕膏再遮。當然日妝你想留翻一啲自然嘅瑕疵，咁你唔遮都 OK 嘅。記得眼簾位置都要遮喎。最後用翻 Lulu Mercier 嘅水粉做翻定妝，眼底、鼻翼、唇邊嘅位置用翻細號掃做翻細緻定妝，而大號嘅掃做翻全面定妝。佢唔係強調控油，咁所以所有肌膚都適用㗎。咁底妝部分就完成㗎啦。眉妝我會用翻 Kate 嘅3色眉粉。因為呢個妝係想配合翻春天，咁所以用眉粉做出嚟感覺呢就會比眉筆柔和一啲。再用 Heavy Rotation 嘅染眉膏減淡眉色，令感覺柔和一啲。眼妝用翻 Care Depot 嘅眼影筆做翻眼影，先用淺色畫喺眼皮位置，同提亮下眼線突出臥蠶。再用啡色做翻眼尾位置拉長少少，改善眼型。容易溶妝嘅朋友，你哋可以試下喺上面加眼影粉。眼線用翻 Dolly Wink 嘅啡色眼線筆。會比用翻黑色嘅眼線筆柔和得多，但一定要用翻啲防水㗎。之後就可以夾眼睫毛啦，一定要夾得夠翹喎。今次春妝唔想用假眼睫毛，而又有想放大眼睛嘅效果呢，可以用翻 Harrier Make 嘅濃密型睫毛膏，令眼妝更加突出。強調柔和嘅春妝，我哋冇用陰影，所以光影就係我哋修容嘅要訣啦。今次用 IPSA Face Color 呢隻光影粉，佢低調嘅珠光閃粉可以令高光效果更加明顯。無印 Cheek Color 呢隻粉紅色胭脂係我用過之中最自然嘅，用完之後有種皮膚粉嫩嘅感覺。
唇膏一下一下點上唇嘅中央，未必要做到咬唇妝，但係呢個妝最好就唔好強調一個好清晰嘅唇邊。VDL 呢個唇膏色粉紅得嚟帶啲橙色，好適合大部分香港女仔用㗎。咁妝就搞掂晒啦，做翻個髮型令件事更加完整啦。今次春妝就介紹完啦，記得訂閱同 like 我哋嘅 page 啊！